后来咱即马要读圣经罗马书新约罗马书1章19到20节。上帝行法因是因为关系伊的事，人通知已经清楚摆伫因面前，是上帝亲自因显明的。上帝迄个看袂见的本能，就是伊永远的权能甲神性。其实伫创造世界以来，拢看会到，就是对伊所创造的万物，咱通辨明明捌，所以人无啥物通做借口，伫神无啥物通做借口。即句话对咱一个警戒吼。今日台南神学院的牧师的院长王宗尧院长。伊来遮为着神学院，当然也要传讲伊的信息、教义甲信仰。蔡牧师，咱的牧师团，咱的长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先爱代表学院甲大家说多谢是长期对神学院的这个支持。虽然欠缺，也个上帝恩典满满。我拢甲学生讲笑，讲阮一年院长就爱去募3600万，所以一工爱10万块所以一工过去就爱去募10万块总是上帝恩典真正是够格讲会交义呗，当然会交义所以今仔日我想讲用交义甲信仰甲咱分享。我感觉信仰有两个对敌检菜嘛是朋友。第一个是苦难，咱常常会问讲，上帝若是意义的来源，是咱有时会拄着看起来哪像无有意义的苦难。咱拄着苦难，因为真赶紧要得到答案，所以咱会亲像约伯记迄3个朋友的态度同款。咱可能常常就甲苦难错化，讲这是咱犯的罪上帝对咱的审判。有时咱就真紧甲伊美化，讲是上帝对咱的考验。若无法度，咱就甲伊神秘化，若像这是上帝奥妙的旨意，咱都无法度测度。当然，咱今仔毋是要讨论苦难，这是感性上的困难，也是伫咱日常生活会发生。总是另外一个就是交义，交义是知性上的困难，因为咱是有限的人。咱无法度把握全部的真理，咱可能把握某部分的真理，咱无法度了解全部的真理，所以交义就真自然会产生。安尼敢对？安尼敢会使？咱咧看交义，有当时是负面，总是常常的交义，嘛有正面的价值。这个斗者交义，这个斗者是对立丁文斗哦。这个斗就是两个，咱知影两个有时就真麻烦。一个查甫会交两个女朋友，查某囡仔交两个男朋友，拢真麻烦。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交一个男朋友了，甲因爸爸写批，讲我即马有男朋友爸爸你来寄钱来，我逐工会当穿水衫去买水衫去约会一礼拜了后，水衫拢穿了，佮写批互因爸爸，讲衫拢穿了，敢会当佮寄钱来，佮来买水衫。因爸爸真牛，当甲写一张批，讲水衫毋免买毋过男朋友佮换一个安尼佮穿水衫。两个真麻烦。咱有诶信徒无有定着，无有固定诶教会，拢对牧师咧走，今仔去参加即间教会，后礼拜去迄间教会，四界走。叫做游击队基督徒讲有一个青年，大概就是安尼这照顾嘛会忝嘛会先，所以有一天去问一个牧师讲牧师我足尊敬你无你甲我报一间教会互我去参加，看有完全的教会互我去参加，我就袂乌白走牧师常常同我甲伊讲检菜若有一间完全的教会，也因为你去共参加，但无完全所以两个实在是非常这个麻烦总是交义，敢一定是负面。咱咧读路加福音24章38节，耶稣叫我了后，甲门徒显现，
圣经写讲门徒就半相信半骄疑。希腊文叫做 dialogue， 英文叫做 dialogue 对话。耶稣，你有教我无？因为这个信仰对我真重要，所以就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我所信的耶稣，你有教我无？我相信这款的邀疑是有正面的价值。当然，邀疑有真侪是负面的。咱伫圣经会读到路加福音12章29节，迄个无知财主的譬如，耶稣讲：恁唔通要求食啥物货、啉啥物货，讲唔通挂心。希腊文叫做 meteorizomai， 这个 meteor 就是天上的流星，去挂伫遐，啊，这是负面的邀疑。我捌听一个牧师讲，讲咱即马真侪人做基督徒，讲上天堂讲不敢当，啊，讲下地狱不能当，结果吊在空中吊郎当，然后吊伫遐，你那像无来礼拜做对牧师歹势，啊来礼拜要安怎？啊，这当然是挂心，这无好的邀疑。马太14章31节，咱知耶稣伫海面咧行，啊彼得看到。甲主讲：啊，主啊，我咱行到你遐，啊，总是风影真大，啊，彼得会惊就沉落去。耶稣伸手牵伊讲：你这小信的人啊，啥事邀疑 ？distrust doubt， 啥事心怀恶意，啥事你无法度信靠啊，这就是负面的邀疑。咱今仔日讲的迄个两个，你无法度定着，你疑心疑鬼。这疑心疑鬼这今仔日真侪人有这款的这个心态。我读一个报道讲有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去纽约要学音乐，找厝找真久，无容易找到二层楼一间厝2楼，真欢喜就搬入去住。住一礼拜厝边隔壁讲这两个少年遮尔勇敢，会闹几个厝佫敢去住讲了逐工拢疑心疑鬼讲有一天伫楼顶咧困，楼骹有一个动静惊到要死去。太太甲先生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落去看卖啊？是毋是鬼来？讲先生甲太太，先生佫较惊甲太太讲：无，你去较好，你英文讲了较好你去啊！当然是笑话讲有一个牧师去住一间会闹鬼的厝了啊，鬼拢毋敢来。有人去问牧师讲：牧师你较遮敖，互你住一暗鬼拢毋敢来。伊讲我暗时咧困，鬼来甲我吓。来甲我吵到我足受气，我当摕奉献袋出来，请因奉献。讲鬼啊走了了，所以毋是咱惊奉献，连鬼啊都惊奉献。这个19世纪有一首诗叫做《夜光的征战》。咱知夜光有足侪支卡嘛，所以有一天起来真欢喜咧行路。一只将子就甲伊问讲：夜光兄，你有遐尼侪支骹，到底倒一支骹先行？讲迄工堂袂晓行路，咧研究安怎行路。兄弟姊妹，咱毋通笑，咱有真侪人有迄个无必要的邀疑。先生较晚转来，落地啊，就你该敲，若佫敲着一张女性的名片，今仔甲你没完没了。无必要的邀疑就会破坏真无用意所起造的信任。咱台湾有一个画家张大千，咱知张大千喙手留足长。讲有一遍有一个记者足歹心，同问讲张大师，你喙手遐尼长你暗时咧困，喙手是伫棉被外面，是棉被内面？讲迄工堂失眠，拢伫遐研究。无必要的邀疑，两个。会破坏真无用意所起造的信任。不过兄弟姊妹，邀疑敢是咱的本性，因为咱做有限的人，咱无法度把全部的真理，所以咱会邀疑。咱若做一个实验，甲一个人请伊来头前，咱甲伊的目睭掩起来，互伊等遐细无风用了后，你甲伊讲后壁一条椅啊，请你坐落来。你有反应的呐，敢有影对吧？用脚踢看卖啊，因为信心拢得爱加感觉，感觉会对的。
歹势若是我会偷看吼，也不要伊啊。因为信心就要加眼见，看到较有准绳。犹豫检视咱的本性，总是感谢上帝。犹豫甲信心毋是对立，甲信心对立的是无信，犹豫是伫中央。亲像咱咧讲破病，甲健康同款，甲健康对立的是死亡，破病是伫中央。破病若严重会死亡哦，总是破病若好好去甲伊治疗，迄个破病了后的抵抗力会阁较强。犹豫若是负面的犹豫，有可能会互咱无信。总是犹豫若放伫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伊成做正面。有可能经过犹豫所起造的信心，迄个信心会阁较坚定。所以有一首诗安尼讲：世间若无有病，都无需要有风射；世间若无有白贼，犹豫就无需要。适当的病毒会当防止破病，讲正面的犹豫会当起造真理。所以第二点，我要甲咱三角来思考。咱讲犹豫有正面有负面，咱就要互犹豫成做正面内心思考的辩论。伊就是要追求真理，要认捌真理。迄个奥古斯丁第4世纪的奥古斯丁，咱知奥古斯丁伊讲了真，伊讲我犹豫，所以真理存在。咱咧读伊的忏悔录，有当时读到迄个，都好拍动着咱的内心。比如讲，伊讲一句话，伊讲咱拢讲咱听上帝，咱深刻去思考看卖啊。咱听上帝创造的万物，较过头听上帝。因为我犹豫，所以真理存在。咱咧追求知识的人，伫16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伊就安尼讲。咱若用肯定做出发点，最后有可能会犹豫结束。毋过，咱若用犹豫开始去甲伊求证，有可能咱最后会得到肯定。所以做一个犹豫是咱的本性，不要紧。毋过，咱就还要正做正面的价值来追求真理。这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罗马书保罗先生伊的态度。伊的生命的这个态度，你看罗马书的第1章，伊对遐的外邦人、罗马人所讲的，讲上帝通过这个自然律，伊所创造的万物，你若好好去甲伊思考，你想了就会明白，你无有借口。总是罗马人真可惜，因无信上帝，因的行为败坏，因的生活腐败，犯了罪，亏欠上帝。第2章咧讲犹太人，上帝予犹太人律法，总是犹太人无咧照律法行，因违背上帝，因太先知，因嘛犯罪。所以第3章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光。安尼我要安怎？我会当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吗？伊讲苦啊！我会做人，我会做人。好的代志拢袂当做，拢袂去做，偏偏拢去做歹的代志。这罗马诗人欧比特嘛是安尼讲：我看到好，我该学了，总是我拢对歹咧行，对歹咧行。因为律法是互你知罪尔，知影你做毋对尔，伊无法度无有气力会当互你改变。就安尼，保罗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迄个会当改变咱生命的气力，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讲，我错了，上帝啊，赦免我，咱就当得到这款白白的恩典。不过咱世间人毋是安尼，咱上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就好，咱若开车，检查若超速，闯一下黄灯，咱知影警察拢秘伫边啊，敢毋是？警察就甲你抓落来。警察就甲你问，为什么你闯黄灯？你超速？咱就讲几百种的理由。我今仔要去做礼拜，我要去参加什么会？咱有什么人？窗仔门拉了，扣落来，甲警察讲：警察，我错了，开我罚单。这就是因信称义。咱来到上帝面前，无有借口，只有承认咱所有的气力，拢无法度互咱改变。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咱较有法度改变。就是保罗将这个生命道理进入伊内心的这个思考的辩论，来得到赫尔要紧的这个真理。我咧读这个科学的报道吼，讲一只大只象的脑是11磅，啊，真理的脑是4.5磅，啊，咱人的脑吼是1.5磅。啊，我本人爱拍天尼斯，我若去拍天尼斯吼。啊，你咧讲若要用正屏拍、倒屏拍吼，迄种几十亿个细胞咧接受信号吼。啊，总是咱去拍球，敢会想讲是安那爱放一个网啊？吼，若无网啊，毋知偌好，打球拢嘛会当过，对无？吼，咱你拍羽毛球、拍网啊，吼，总是你拍5分钟就安那无趣味。网啊增加你拍球的困难，毋过提高你拍球的兴趣。兄弟姊妹。了义就是信仰的网啊，互你困难，总是提高你追求这个信仰的兴趣。咱今仔有真侪青年人来教会，爸爸叫伊来，妈妈叫伊来，阿公阿嬷叫伊来，伊有来教会，总是伊对这个信仰无趣味，因为伊无网啊，伊无网啊。咱今仔台湾有一句话讲了真的，讲上教堂的小孩不会学坏，这事实。我伫中原大学咧教人生哲学呢，啊总是下课了，学生走了，迄电话也无咧关，电风也无咧关，咱的生活教育真困难，真困难。所以上教堂的囡仔真正真重要，伊会当学品格的教育。总是爸爸拢叫囡仔上教堂，家己拢无咧来，敢毋是？对无？所以囡仔就真天真讲啊，爸爸你拢叫我上教堂很好，不会写啊，你为什么都不来？爸爸讲哦，恁爸爸做无用应酬真济所以袂当去。啊，囡仔嘛足天真，讲爸爸应酬是啥？爸爸讲应酬就是足无爱去，毋过无去袂使，叫做应酬。囡仔听起来记起来。礼拜日到啊，圣经末咧，讲爸爸，我要来去礼拜堂应酬啊，做无爱去，佫无去会使。我相信咱毋是伫遮咧应酬，所以了义是要来追求真理。迄个了义就是信仰的网啊。总是咱咧想了义，要追求真理，追求什么款的真理？咱咧读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一句话上简单。真理就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咱咧读圣经，耶稣讲的话是毋是常常安尼甲咱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我徛伫真理甲你讲，我徛伫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甲你讲。福音上宝贵，就是实实在在，就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因为咱今仔日活的世界。太假！我会记伫美国的时啊，拄好是即个中国的即个写书作家丁玲去啊访问，伊甲中国的遐个社会发生的代志真忠实写出来，所以美国的报纸就甲伊讹了，讲伊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丁玲安怎讲？伊讲一个人若因为讲诚实话就真做伟大，即个人的国家是何等的悲哀！拢是假，咱知影油也假，药也假，啥物嘢拢是假。咱敢是着爱去做一个会当互人信可、诚实的即个意义脉络，互咱活伫即个意义脉络，感觉人生有意义。我会记我读一个故事讲有一对男女咧相亲。查甫拢甲查某囡仔讲我偌好，你敢知？我袂啉酒，袂食薰，袂跋筊，足好。你会想讲世间敢有即款人，拢爱问讲无你敢有啥物缺点？伊讲有啦，一点点缺点，爱讲白贼。头一讲的拢白贼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无遐尼简单。抑个这就是一个真理的态度。因为咱面对的毋是普通人，咱面对的是上帝。咱咧追求迄个永恒的把握，就是无法度了解全部的时，咱还阁会当去做甲通过去做甲上帝的关系来了解
这个人生的真理，真实的这个人生。我常常敢是安尼想，就是交谊会当成做咱真好的朋友，帮助咱去问安尼甘对，安尼甘对。咱信一个上帝的人，咱会问咱伫这个台湾的社会，安尼敢会使？就这个真理，互咱会当谦卑，互咱知影咱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有限。就是这个真理，互咱感觉来追求真理，来追求这个信仰，是人生上大的价值。最后我要甲咱分享，就是虽然是安尼，咱若用交谊来经营咱的人生，一定袂快乐。咱就要用信念、用信仰来经营人生，这款的人较会快乐，较会幸福。你想看觅啊？你下早起来，第一个就是刷口。你对起歌要有信任。你若无信任，拢交谊，这用落去，毋知口腔挨袂。你就毋免哇。你中昼真无闲去 7-11买食的物件，你对这个食品要有信任。若无爬山的产咱，收水的饮食，坐飞机的设施，你就拢毋免哇。咱的人生何定需要信任、信念甲信用。我阁无偌久，我会退休，我嘛会面对这个叫做这个咱咧讲的这个 anxiety 焦虑，叫做死亡的焦虑 anxiety of death。到迄天的时，我要安怎面对上帝？我要留什么会互我的后代？咱敢是就爱问我的人生的结局是什么会？虽然有时会交谊，抑过你就爱面对。这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anxiety of death。你若用交谊去经营，你一定袂快乐。你要安怎建立相信伫死后，你会互上帝接纳，伊会牵你的手，这款的信念。过来，咱嘛有 anxiety， 特别青年人有 anxiety of meaninglessness， 就是死无、找无意义的这个焦虑。我记得我伫中央大学教册时，有一个4年的学生毕业生来找我讲：“王老师啊，你敢会当教我当掉，教我打不及格？”我讲是安那，你著来上课，报告嘛有交。伊讲伊毕业了，毋知影要创啥物货，找无人生的方向。咱今仔伫双连这边的地区，看街仔路遐尼侪人咧行，有可能真侪人毋知伊人生的方向是啥物货。连山连海，总是毋知影人生的方向。咱若上极端，找无人生的方向的人，就去自杀。我看一个报道讲，这个世间一天自杀的有1000个人，还有真侪自杀无成功的，继续打拼，继续努力。这世界纪录讲，一个海地福林人拢总自杀27遍，拢无成功。活780岁。因为自杀是无容易啊！你若有勇气家己抬死，你就有勇气活落去啊！敢毋是？阮迄个高阳以前爱河还未整理的时竹草嘛，人讲爱河最竹草。我看一个报纸讲，有一个人去跳爱河自杀，佮喊救命，讲水伤臭。你来诚实面对你的家己，你的生命有意义无？亲像我即马诚实面对家己，将来我的死亡。过来一项，咱拢捌做过毋对的代志。你要安怎去弥补你所做的毋对的代志，甲人重新和好？亲像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咱每一个人拢有做毋对的过去，做毋对的过去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总是感谢上帝，咱会当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因为意义改变，你甲人和好，该回失的，甲兄弟姊妹和好，互迄个意义改变，就你会当改变你的现在，甲改变你的未来。你若拢用犹豫、用埋怨去经营你的人生，你就是袂快乐的人。人生需要这款的信念。过来，最后我要甲咱分享，当你拄着苦难的时，
你若用妖语去经营你的苦难，你的苦难更较苦难。我家己经验的咧，伫10几年前，我的妈妈癌症，伫生态病院住6个月，你会当想象。我若用妖语去经营，用卖话去经营，兄弟姊妹中间就会摆，啥我爱出钱，较毋是姐姐出钱；啥我爱去顾，较毋是迄个兄弟还是啥物人去顾。你着互你的困难更较困难，伫苦难的中间。你需要耶稣牵你的手，你需要建立更较信任的这个信心。我用迷信甲信仰来做结束，甲咱分享。迷信就是我下早要来双连教会，伫路林有人讲，遐有人咧等钱，等100块，赶紧去捡。你就真正相信去甲人捡钱，这叫做迷信。总是我要来双连教会昨暗。我甲我囡仔交代，讲爸爸今仔日会来相连无伫的，所以我桌顶会放100块，互你明仔载去食早顿。我囡仔无看到100块，伊就相信，因为伊甲我有关系，有听的关系，因为我讲的话会通信去。咱就要去做甲上帝的关系，通过甲上帝这个听的关系，互咱会当信去。就是这个信客，咱确信伫困难的中间，伫苦难的中间，咱虽然无法度明白这个苦难对咱的意义，啊个上帝会牵咱的手，伊会甲咱三角地带，就互迄个苦难进入咱内心思考的辩论，就是咱埋怨过，咱犹豫过，啊个确信，苦难虽然是苦难，啊个有一天这个苦难的事会脱落，成做一张水的花树。要紧是，你真正需要有信心来经营你的人生。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伫阮信心还未定着的时，你就牵阮的手，你就扶持阮。伫这个世间，阮真正会焦急，钱要对倒来。明仔载要安怎去？亲人拄着苦难，要安怎面对？抑个当阮来到你的面前起做关系时，会当确信你是听阮的主，你是扶持阮的主，你是牵阮的手的主。就安尼，阮意爱甲你建立关系，伫这个听的关系，互阮找到瓦靠，互阮找到信心。也用安尼来起做阮的人生，互阮找到意义，甚至伫阮所有的罪恶感、所做毋对的代志，会当甲人和好，也面对家己的有限性到结束的时，互阮的一生会当荣光你的性命。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